天堂敞开，向我交换你生命，释放你同在。耶稣，你是我苏醒，让天堂敞开。黑暗战斗，山震动，被掳的都得自由，死而复活都兴起，就是现在，现在。黑暗战斗，山震动，被掳的都得自由，死而复活都兴起，就是现在，现在，让天堂敞开，向我交换你生命，释放你同在。耶稣，你是我苏醒，让天堂敞开。释放你同在，让天堂敞开。Are you ready, brothers? Shake it! 现在平安礼拜就要开始，提醒大家把手啊关机，也是调成飞行模式，也是关机。吼、咱当心用准备心来敬拜。 Our freedom celebration, we'll dance and sing. There's a Holy Ghost party that never stops. Arise, in your praise my soul delights. Shine, my dance anthem is your love. Sing it again. Our God reigns. We lift our praise unto your name again. All around the world we'll sing. Sing it again. Our God reigns. The taught of 10 hearts have to beat again. All around the world we'll sing. Around the world, join in the celebration. Let it be heard. There's a Holy Ghost party that never stops. Arise. 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互咱伫今仔日会当过倒转来到伫个圣殿，咱有一个欢喜的灵，有一个较无的心，阿门吗？阿门。这就是对圣神来的，所以咱要讲，天父，阮要感谢你，因为阮要伫遮学了你，阮一切所有的，阮所经过，拢是你带领，你引带阮的路站，阿门。阿门。感谢主，这是邀请咱兄弟姊妹起立，哈利路亚！咱要来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为着咱伫遮动工，互咱的心充满喜乐，开嘴开声来学了主，阿门吗？阿门。阿门！来，将咱的双手来举起，咱敬虔来邀请圣神。咱做伙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伊对咱讲，咱是属于伊的，咱专心、专人、专心，伊拢要甲咱同在，咱归伫伊，也归伫咱的爸上帝。哈利路亚！
这是咱要用书读圣经来，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兄弟姊妹，你来甲边仔的人，你来甲伊祝福。你讲，咱俄罗斯要充满开啦！咱俄罗斯要充满开啦！哈利路亚！上帝是咱的顶牌，是咱的阴光，咱上大的瓦靠。哈利路亚！做伙来献上咱的俄罗。做伙来拍鼓啊！耶和华是我的主，我们没有胆，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是罪。耶和华是我的
石的平安。阿邀请大家会使将咱的工课、将咱的生活、大大小小的代志，拢交托互主，因为伊掌管所有一切。阿妹吗？阿妹。心里为生活心情，是无主耶稣的宝贝。心里为你我心情，是无主耶稣的宝贝。心里为生活心情，是无主耶稣的宝贝。心里为你我心情，是无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我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下罪的好奇，是个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体面是罪孽，是个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我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个主耶稣的宝贝。哈利路亚，咱的帮咱是对创造天父耶和华来，阿妹吗？阿妹。继续来学老伊的名。心里为生我心情，都快来拍鼓啊！主耶稣的宝贝。心里为你我心情，是无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我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下罪的好奇，是个主耶稣的宝贝。我的体面是罪孽，是个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我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也是咱的享受来学老伊。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上辈是做有功，我心应该有龙，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龙龙阿弥陀佛，是无主耶稣的宝贝。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使成做你的囝儿。阿妹。你是全能的上帝，你肯定咱所有的恶路，在你宝座顶，你的自由就伫遮。阿妹。继续来敬拜伊。
宣布，上帝的荣耀，永将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帮助，万民心里，你是阮的上帝。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将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帮助，万民心里，你是阮的上帝。
的伫遮充满上帝的荣耀，伊的荣耀、伊的阳光充满伫圣殿，咱徛伫圣殿遮，上帝阳光就充满伫我，阿门。咱做伙同心讲，上帝荣耀充满伫我。上帝荣耀充满伫我。哈利路亚！既然上帝荣耀充满伫咱的中间，这个是就是咱祈祷一个上好的时刻。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咱顶礼拜去街头报道的时，咱有200几位的兄弟姊妹来决志，咱有接触到1100位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咱看见这就是耶稣透过咱，找给咱出去街头报道，为着主来得到人，得到灵魂。咱做真水的工作，这也成做咱伫属天的产业。大家阿门吗？阿门。上帝看咱所做的工是好的，咱只是咱要为着这只的咱接触到的兄弟姊妹，这的路人还有这的决志的，咱唔知因过来是安怎，总是咱祈祷的时，上帝就要将因一个一个叫倒转来，归伫上帝。阿门吗？即马无需要来邀请咱要来 RPG。你来甲隔壁2个人一组来 RPG。第一个，咱学了上帝；第二个，为着街头报道这灵魂会得救，来为着因祈祷，互因会当踏入教会，互因会当搁继续听去福音。第三，为着对方来祝福。好，咱即摆来 RPG 来，一定爱2个人，会晓的带袂晓的，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来帮衬，哈利路亚。咱无有落单的，咱的同工来斗3工来帮衬，勇敢来带伊祈祷，手搭伫伊的肩胛头，来为着伊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罗主，哈利路亚，主你是公义，主你是大有快乐的，阮阿罗你的名。主啊，这个是阮当心的，为着阮伫顶礼拜的街头报道，主啊有200几位才会决志。主，这是上帝你所拣选的，因为因的性命是宝贵，是有价值的。透过阮甲这个福音传到伫因的内面，主啊，迄个种子伫因的内面，就要伫因的内面来慢慢富裕发芽。主，因要吃做是上帝你的家人。主啊，你听阮伫遮，为着因的祈祷，祝福这个百姓一个一个拢要来归恩伫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主你的内面身心灵拢健康，哈利路亚。你告诉命令主，不花亏，主花苗，安定在下。
能力拢归乎咱的主，阿门。当咱将咱的双手举起的时，这就是一个上水的敬拜，兄弟姊妹。咱再来讲一摆，咱将咱的双手举起，然后咱来讲，献给荣耀能力，来，咱来讲来，献给荣耀能力，拢归伫你。拢归伫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儿女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看到咱的儿女是天使天军拢甲咱同儿女。你甲隔壁的讲，你甲伊讲，天使甲你的儿女，你知无？来，你甲伊讲，然后你甲伊讲，我有感觉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将上帝所赏赐咱的人，上会当儿女上帝。呼啊声，大声归乎上帝，哈利路亚！你的呼啊声会当到偌大声？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值得拍呼啊，佮值得呐喊的上帝，呼喊的上帝。佮一摆呼啊声归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经文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24章第44节到第49节。咱齐声来共读，请。后来耶稣甲因讲。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一定着应验。这个话，我也甲恁做伙时，已经有甲恁讲啦。耶稣就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着伫这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随时的帮助甲力量。接落来，咱要来邀请牧师来主持。牧师会讲，题目是历史中的耶稣。牧师请。哦，圣礼典。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咱做伙一只来敬拜服侍伊。咱看见兄弟姊妹习惯拢坐较后壁对无吼？你甲讲我拢习惯坐伫遮。这是我定的位，要甲隔壁讲。吼，咱拢习惯坐伫遮，为着要互咱习惯坐伫遐，所以牧师会当行来到遮即嘛。因为我遮有一个镜头啊，大家习惯不要紧吼。因为咱特别伫疫情的中间吼，咱拢期待讲，送坐伫我的肩啊，若有安怎的时阵，当然是期待无安怎啦吼。若有安怎的时阵，较知影讲互相照顾一下。伫咱的信仰内面，其实咱就是安尼吼。当然，咱期待敬拜上帝会当向前来，总是大家有咱的习惯伫教会内面，咱彼此互相鼓励，嘛互相包容。我相信这嘛是伫信仰内面，咱会当做的一件代志吼。今仔日是圣礼典，所以咱伫前礼拜就开始讲，请咱大家备办心。今仔要甲主来同坐得，所以伫讲道的大声，牧师要甲咱做伙伫遮来守圣餐吼。照着耶稣所吩咐，和保罗对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互咱袂虚迷，伊有摕饼来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也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用即款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
咱的信仰会愈来愈发达伫信心内面会愈来愈坚定。阿门。感谢主，咱即个时阵，咱学耶稣的模样，咱为着即个饼，为着即个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恭敬来到伫你面前，用娱乐调调来表达阮对你的敬意。阮尊重你，阮敬畏你，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伫阮一生内面，阮单单仰望你，你就要享受阮教业的快乐。伫阮环境内面，阮有缘有挑战，有困难有病痛，总是阮仰望你，你就要做阮及时的帮助。这是你对阮的应允，也伫阮历代的信仰的前辈内面，阮拢看见你有照应允的行，也互阮伫今仔日更加深信。阮来到你面前，阮要甲主你就君，透过圣餐，你所摆设的筵席，通互阮更加深体会你为着阮所献上的，毋是一块饼，毋是一杯葡萄汁，乃是用你的尊严破碎、未定、修订伫十架顶，死埋葬。总是主，阮感谢你。第三日，你搁我来显明你是真我上帝的囝。所以，阮今仔日透过圣餐，阮要恳求你也帮助，互阮深信，阮过去得罪上帝、得罪人的，阮拢要讲主啊，求你赦免阮，用你的宝血搁一摆洗清也看阮。我每一届来到你面前，拢得到医治，这个医治的快乐就伫圣餐内面来经历。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时阵，咱要请咱的小学员来服侍。咱有设立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的，拢会当来领受，这是主为着你备办的。咱用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伊的快乐盘过一切，伫咱所想袂到的，来成就伊极大的恩赐甲祝福。像咱这个时阵来拍开第一个透明的膜啊，咱将这个饼来给它摕出来。感谢主，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
请咱做伙来领受。咱继续来甲即个蓝色的膜仔，咱会当来甲拍开。这是新约的杯，也是新约的记号，就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咱等待伊会过来。搁一摆，咱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多谢你，你听阮找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通互阮伫历史中来认捌伊，也透过伊所行所做来证明有一位永远听阮的上帝，就是耶和华阮的天父。阮称伊做天父，是因为阮知阮拢是对你来；阮称你做天父，也因为阮知阮的福气不在你以外。所以，阮来到你面前，阮恭恭敬敬敬拜服侍你，也将阮生活所有一切，搁一摆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阮有阮的软弱，有阮的病痛，有阮需要担当的担，总是主你应允阮，你的担是轻的，阮就近你的，你就要帮助阮，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互阮日日勇敢，互阮日日灵魂体拢得到帮助。主，阮多谢你，为着阮的国家献上恳求，帮助阮的国家伫和平内面来看见真理，伫和平内面来看见未来，也为着这个世界的祈祷，求你保守这个世界，互所有的各国各族的百姓拢来认捌你，将荣耀归乎你，也听惜你互阮的这个土地、这个地球，通互阮世世代代继续伫遮来经营荣耀你。主啊，阮恳求你也帮助，祝福阮的教会伫遮徛起，伫遮发光，也伫遮传扬福音。借着你所予阮的使命，阮每一个人拢诚做承受这个使命、执行这个使命，你的百姓。所以，阮多谢你，互阮会当继续向前来迈进。伫头前的道路，阮知阁有真济需要阮更较济的关心、参与，甲献上阮的心力的。阮恳求你继续感动阮，互阮合一伫你内面来成就你的圣工，也透过安尼，不但领受你的祝福，也祝福阮的家庭。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主恩典，咱会当伫遮来敬拜服侍伊。特别咱透过圣餐，搁一摆搁较清楚，你是属耶稣基督的，阿门。对，咱是属耶稣基督的。耶稣如何，你就如何，对无？对，这是咱所宣告的这时阵，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永光的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我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履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是咱每一届安尼来宣告，我相信咱会当心来承受上帝的祝福伫咱的教会内面。感谢主，前礼拜是肉粽节对无？无食肉粽的举手一下。无食肉粽啊？食菜。
我嘛输你咧。吼，哇，这肉粽节咱咱的风俗的习惯啦，吼，肉粽节大家会伫庄脚啦，吼，较济会包肉粽。每一个肉粽节，我都有一个影像，就是我的妈妈伫客厅咧包肉粽迄款的情形。我有甲翕相起来吼，所以常常拢会纪念包肉粽。伊包肉粽毋是讲流汗流脚伫遐伫怨天怨地，毋是呢。我的妈妈咧包肉粽是拢咧吟诗呢，你知无？所以肉粽足好食的，对南甲北拢有名的呢，是干那无摕出来卖尔呢。这是我妈妈互阮的印象吼。包肉粽足无闲，透早可能4、5点就爱起来准备吼。甲爸爸安尼做伙伊较到北爸爸较到准备食的，杀就爸爸杀安尼吼。妈妈包肉粽，肉粽伊讲就爱包好安尼结实，无拍无好食，对无？这南部粽杀过了吼，迄个粽叶味就出来。总是迄个粽叶味对对来，粽叶对对来。我细汉吼就爱去挂粽叶吼。这是细汉的经历然后肉粽食了，粽叶若较新的，爱搁洗过，吼，爱搁拍个打，搁后面搁会当用。若较旧的，就单调，对无？有一款经历的举手一个，哇，咱年纪拢差不多啦吼。感谢主吼，这是咱台湾的风俗习惯大家会当透过安尼有家庭的合和，嘛透过安尼在见证。咱的社会是和乐，是上帝所祝福的。感谢主，前礼拜咱的街头的报道，这是有连假，总是咱由原来进行是啥物？是因为咱知，无论咱人安怎，上帝拢甲咱同在，对无？可能为落南部、落中部、落转去家乡来过这个肉粽节的，总是咱相信伫基督内面。咱拢同心合意，咱要将教会上界大的一个工作甲使命，就是传福音，会当更较落实伫咱所徛起的所在吼。所以前礼拜牧师讲，街头报道，这是属灵的城市的战争哦，对无？属灵的是人甲人的直接的哦。所以咱感谢主吼。我来看几啊图吼，来甲咱用一个吼。这是咱前礼拜的图吼，翕相起来牧师直接嘛甲咱来分享来看吼，是，咱看有真济咱这同工足济啦吼，相片足济吼，只有安尼摕几张来表露互咱来了解讲咱前礼拜前礼拜天气实在是嘛真热对无？日头真炎日头请爷爷，随人去传福音这跟咱过去的。感觉无共款对无？过去是安那？对无吼？有听过无少年的？有吼？感谢主吼！这是咱透过街头的报道，咱看咱是全教会出去哦。所以咱无论年长的还是少年囡仔，咱拢已经有安尼的习惯，就是咱有一个时间点，咱做伙出去传福音。这是上帝互咱上界好的一个机会吼，所以咱搁安那搁得胜对无？阿门！甲隔壁讲，咱搁得胜来，对，咱搁得胜吼。所以咱感谢主，伫今年伫今年1月开始到即马，咱教会报道的工作吼，有遮个因素会当互咱来参考看吼。咱伫1月26第3次的街头报道对无？迄是要过年前大家都无用对无？毋过咱有缘。来街头报道，所以迄个礼拜日出去的较少人点134个人，咱有接触574个，决志126个，这是1月1月第3月到5月，咱有幸福小组对无？咱的幸福小组是邀请人来，甲街头报道出去是无共款的。即届第18届的幸福小组，咱拢总安尼。10届的聚会拢总有1507人次会参加，新朋友有133人次。这邀请人入来，佫较无容易对无？
总是咱感谢主，咱教会每半年，咱就是开一届幸福小组，邀请朋友来咱期待即款嘛，真做咱的运动，传福音的运动会当继续咱5月11会记住无？咱的母亲节，咱嘛有开52桌拢总报名528个人，其中有新朋友 best 有180个哇，这拢是咱今年会报道会这情形然后伫前礼拜，咱有即款的人数有172个，咱做伙出去接触1108个，咱有决志205个，咱要将这个荣耀归予咱的上帝，阿门。有咱安尼统计起来到街头报道4摆到即马，咱拢总出去有716个人次接触的已经有3575个可能有重复的对无？嘛有可能有决志的是753个总是这个决志，毋是讲来教会决志，毋是呢，一直街头愿意甲咱将这个祈祷对伊的祝福来完成。咱讲上帝的灵要继续伫伊的内面，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爱继续为着咱所做的今年前半年咱所做的这归荣耀上帝以外，咱嘛求上帝帮赞，互咱接触这个人，因的心是软的，是对基督的福音是有渴慕的，是伫生活内面，然后拄着困难的时阵，会记起有一间教会，永光教会，什么人有带我去参加啥，看伊拄着啥，伊有甲我讲啥，兄弟姊妹，咱继续为着安尼来祈祷，好不好？咱逐日拢继续为着咱所做的这传福音的工作，爱持续祈祷，祈祷到期待因咱所接触的人，会当真正来到教会，哇，迄个福气就是大的，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努力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是咧回应上帝的呼召，顺服圣灵神的带领，咱嘛是咧照上帝伊所命令咱的伊讲人子来是为着要超找拯救失丧的人，对吧？牧师连续有3届讲这是路加福音上界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是咧甲咱讲耶稣所讲的人子来是要超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咱安尼来做，就是照着耶稣所吩咐咱的。所以咱感谢主到即马咱就会当勇敢讲，永光教会有空军对无？咱的空军是啥？就是 RPG 的祷告大军迄是咱的空军对无？听有无？迄是咱的空军就是讲对咱 RPG 毋是人甲人见面安尼尔对无？伫厝里，恁敲电话的来，是毋是拢有 RPG？ 哇，这是超越空间的所以这是咱永光教会的空军咱有 RPG 基督的空军，阿门。搁过来，咱有陆军，有真强大的陆军，就是街头报道的大军所以安尼有好无？咱有空军有陆军，哇，空军是安那不断伫天顶伫迄搭遐，透过祈祷求上帝来祝福这个所在，求上帝来祝福阮正兄弟姊妹，互阮所徛起的所在拢是福地，阿门。哇！然后咱用实际的行动来带人进入到幸福小组，实际行动出去，将福音来传出去。哇！这是基督徒会当享受上帝互咱的使命，是真介大的福气所以感谢主，咱永光教会即马有空军佮陆军，阿门。咱做伙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有空军佮陆军来，阿门。这是属灵的这是属灵的精进，咱拢伫靠着安尼来向前来迈进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体会。今仔日牧师要透过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甲咱来思考历史中的耶稣。已经读到利未记对无？民数记是咱会当伫今仔日最后这个路加福音内面，因为今仔有要洗礼较有这新的朋友牧师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
好，咱都透过这段经文啊，咱会当来看见耶稣应验了旧约的启示哦。啊，耶稣伫这个历史内面已经2000多年前的人物啦，所以伫这个历史的过程内面，有人会想讲，这个耶稣照圣经所记载，这个耶稣应该是虚拟的人物啦。伊毋是真诶啦，因为无有人会当安尼啦。伫伊诶圣经诶记载内面，伊会当行水面对无？啊，会当对死狗仔即款诶，会当互人对死狗仔，会当医病赶鬼。这对一般人来讲，迄人是无可能做到诶代志。到底伊是虚拟诶，是人所想象出来，还是真正历史中诶人物？这咱拢会当确信，对无？当然，伊是历史中的人物。啊，嘛有人会质疑讲：耶稣，敢有真正是对死狗仔吗？敢有真正会当对死狗仔？对死狗仔了后，讲佫有上天呢？啊，上天人佫看到伊安那飞起哩？啊，这真正是妄假嘛吼！咱若过去会想法讲：这是妄假，是要安怎会当互人了解这个事实？兄弟姊妹。伫圣经内面，亲目看见耶稣、经历耶稣的人，因就真正甲伊记录起来，就是咱所读的这四福音，咱拢会当看见。伫历史中，咱嘛会当看见有这个见证，有伊的脚业。到即马，咱拢有缘会当去经历哦。咱若有机会到以色列，咱就会当看见耶稣真正是历史中的人物。伊埋葬伫什么所在？2000多年啊，到即马还阁知影。哦啊，伊神师所包的即个抹布，到即马有找到呢。总是咱看伫2000多年来，咱拢在讲耶稣已经上天，已经对死狗仔是全人的狗仔，包括伊的肉体拢定身狗仔，是一个荣耀的身躯。若是有人历史学家、这科学家有印证讲，因为找到耶稣的骨骸，安尼咱就免信啦，对无？总是咱看，无论这个时代科技偌尼在发达，咱有缘看见，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伊是历史的人物，伊更加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兄弟姊妹，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后，伊转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学生门徒的显现。圣经伫即个咱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较头前，伊安尼记载哦，讲遐学生因为惊这个犹太的领袖来继续要甲因掠伊困逼因，所以安那因聚集，因照耶稣所吩咐的，等于耶路撒冷聚集伫一个所在。啊，伫即个所在，因聚集的时阵，门拢关哦，麻哦，惊人知影讲因伫内面哦。总是圣经记载讲，耶稣亲自伫因的中间哦，显现伫因的中间。因无听到门串，互人开开；无听到门有人甲伊拍开，总是耶稣亲自哦。圣经记载，伊是亲自哦，毋是耶稣敲电话来，毋是耶稣赖来，毋是哦，是耶稣亲自伫这个门徒因聚集的所在显现，甲因讲愿恁平安，阿门。哇，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哦。所以耶稣因知影，这学生会怀疑，是讲这是魂，还是灵？哇，因分别袂出来呢。耶稣知啦，所以耶稣甲因讲，你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影这是实在的我哦。甲我摸看卖啊咧，我是真正的，会有这个肉体哦，吼，因为魂是无骨无肉的哦。你看，我是有的。哇，真特别咯！耶稣知影因的怀疑，所以耶稣讲：恁来看，恁来望看卖。不但安尼哦，更较重要，耶稣为着要证明讲，互因知影，伊是真正对死狗啊，包括这个肉体，现在显现伫因的中间。耶稣甲因讲：恁遮有啥物食的无？哇！因就讲有啊，照一个烤鱼吼，哇，胖胖的烤鱼，耶稣寄过来。就伫因的面前，食互因看，对无？哇，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咱会当相信，
你若会当啉咖啡，会当食牛排，你就是活的人，对无？对无？哦，你甲隔壁讲，我啉咖啡，我食牛排，我是活的人，来。啊，就讲啊，歹势，我无啉咖啡，啊，就毋是我啦，无啦。你若啉茶、啉水拢是啦，对无？吼，会啉会食，啊，当然就是我的人嘛，对无？吼，啊，所以耶稣就透过安尼来证明哦，安尼有容易无？足实际的一件代志嘛，吼。啊，圣经记载毋是干那耶稣互遮个门徒看见尔呢？耶稣嘛有互500外个遮个军队伊人看见，对无？佮后来佮互12个使徒拢看见啊，吼，后来上天，伫众人的面前来上天哦。所以兄弟姊妹，咱对安尼咱就知影，耶稣就甲遮个门徒讲，这是我前甲恁同在的时所甲恁讲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甲诗篇所记载，既若指着我的话，拢要应验的。哇！耶稣在讲一件代志。讲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册，也是诗篇，这是在讲什么？其实这就是在讲旧约的圣经。吼，旧约的圣经就是分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咱称伊做摩西五经，对吧？吼，啊，先知的册有无？哦，以赛亚、耶利米，吼。以斯帖有无？吼，撒迦利亚，这拢是先知吼记载的。诗篇其实是圣卷，圣卷毋是干那讲诗篇尔，箴言呐，等等这嘛是嘛吼，总是雅歌吼，诗篇、箴言，这拢是哦，总是当时的人因会甲圣卷就用诗篇来统称啦吼。所以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讲旧约内面所记载。有言的，拢伫伊的身上来应验呢。兄弟姊妹，到底安尼伫旧约内面是记载耶稣的事的有言，到底是偌济？咱会当去好好思考。当然，旧约内面，因为旧约所语言是希伯来文嘛，吼，所以伫希伯来文内面称做弥赛亚，吼，咱有在讲弥赛亚对无？到新约有当时啊，嘛会称这弥赛亚。其实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叫做基督 （Christo）。这两个的意思拢同意思，就是受抹油的，受抹油的就称做旧约称做弥赛亚，伫新约称做基督。当然后来有个较深的一个解释，迄个基督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将人对罪恶的中间来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名的意思，对无？就安尼甲伊连接起来，伊是受抹油的，迄位人要拯救人离开罪恶。这是就是伫耶稣的名内面，咱会当来了解。所以伫美国有一个旧约的神学家叫做巴顿伊就安尼好好来研究旧约，伊最后伊。互世界的人拢知影，伫旧约内面拢总有偌济，伊讲有574个经节，574个经节咯。伫迄搭遐用某一个方式，在指向，也是在描写，也是讲提到迄个未来的弥赛亚，当然就是在讲新约，在讲基督。所以咱就会当看见耶稣所讲的，这是伫事实。伫现在的神学家内面，因悠然证实所有的旧约、所有的经卷，拢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显明上帝要差派弥赛亚，迄个受抹油的迄个救主来到这个世界。当到伫新约的时阵，咱就知耶稣讲旧约所应验的，拢伫我的身上来显明。这是今仔日耶稣对学生所讲的话，所以咱看后来耶稣就甲因讲，圣经就记载哦，所以耶稣就开因的心窍，开因的心窍，互因会当明白圣经。为什么耶稣爱伫这个时阵特别爱开这门徒的心窍，来明白旧约这的圣经呢？因为安那对旧约这的语言啊，真侪犹太人甲旧约
所有言的期待是无共款的。伊所期待的是大有气力，会当带领以色列人，会当打败这强敌，会当互因得到自由，伫政治上，伫这个世间会当掌管地上的君王。总是伫旧约内面所有言的，毋是安尼，是卑微的，是受苦的奴仆。这是对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因的处境内面，因无法度体会了解。包括这学生，伊犹原是伫这个犹太的历史内面，拢听这传统啊，所以因犹原无法度了解。所以迄个拍开的开啊，开因的心窍，真特别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讲，甲因全部人拢拍开，还是讲甲因偷开啦？吼，这个甲爱偷开对无？吼，你若是买一包买一包叫做长老的土豆。长老的花生等于对无？长老的花生等于你爱甲交开无？还是讲安尼就会当食？无法度嘛，对无？一定爱甲交开，爱偷开。哇，这是真特别的。互这文道会当了解，真实知影伫旧约有574个所在指向的迄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将来就是要将这个使命交托给因的，所以耶稣伫这个时阵开因的心窍，互因来明白圣经所记载，互因会当脱离过去一切的这传统的拘束甲怀疑，会当对蒙蒙渺渺到清清楚楚。阿门。咱讲咱足惊人就是模模糊糊对无？所以咱得讲你是模糊的人，得爱讲个准对无？唔讲你是模糊的人模糊的人就惨嘛爱得耶稣甲伊开伊的心窍，互伊安那清清楚楚所以咱是模糊的人是模糊的人感谢主OK。咱看个我的耶稣，就是要互这个文道会当真清楚，伊就是圣经所有言的。然后伊要将这个使命交代互因成做福音的见证人。咱看伫历史上，这个文道学生对无？后来因拢是安那宣教呢？对无？为什么遐勇敢？为着一个耶稣，愿意将伊所有的拢放下，包括伊的性命。为什么？那毋是讲因真正去明白这个福音的要紧，真正知影迄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交代互因的这个福音的使命，靠人会愿意安尼放弃家己的性命，家己的一切好的享受呢？这是特地会当互咱来思考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清楚，是耶稣就是旧约有言的救主。阿门。是。咱的耶稣就是旧约有言的救主，伫历史中的一个人物，可能对人来看是卑微的，总是当伊上十字架为着正人的罪来受死的时阵，咱看就显明上帝的救恩。到伫即马，咱继续在传这个福音，在领受这个福音，这就是咱所信的。所以感谢主，透过安尼，咱嘛会当更较了解。耶稣就继续讲照圣经所写的，基督要受害，第3日要对死人中国活。哇！耶稣将旧约圣经所论到基督的，就是用这句来做一个总结论讲安那讲，这个基督弥赛亚要受害，第3日要对死国活，很姊妹。所以这个过程，咱拢已经伫历史上看到。然后伊讲，并且若要奉伊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对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恁就是这个事的见证。感谢主，你我拢承接福音，嘛成做福音的见证。这是你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对耶稣的受苦、受死、埋葬、甲搁活，这个拢是历史的事件。既然行过，拢留落这个痕迹，咱拢会当去看，会当去体会了解。
所以牧师阁有一个期待，就是还未去到耶路撒冷过，对吧？哇，牧师嘛期待会当紧有一个机会去看，将所读的、所体会的、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所行过的路径拢会当去深深体会了解。我相信这对我一生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事，敢毋是？阿们。就亲像牧师有去行过保罗的路线，对无？哇，转来我就会当将保罗的路线用2个月，甲咱做伙来分享。透过这个图片，嘛会当互咱去体会了解。嘛有去到启示录的7间教会，对无？哇，咱会当讲嘛，阮拢做伙去经历哇，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这个过程，到即马的情形是安怎？这个拢是历史中行过的，到现在拢有缘有这个分野，伫见证福音的大能甲大快乐。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还是姊妹深知影，每一届为什么牧师一直要塞福音？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这个幸福小组，毋是小组就真好啊？为什么爱个幸福小组？为什么伫遮礼拜就领去就凉足舒服的对无吼？开就爱个出去街头报道，是，这就是教会起伫遮，咱所应该行使的责任。我相信上帝意爱咱做这个工作，咱做伙做来担着迄个传福音的甘甜，我嘛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感谢主，咱是基督国我的见证人，阿门。你甲隔壁讲，咱是基督国我的见证人来。是，所以耶稣后来最后就甲这个门徒讲讲我要将我的爸所应允的降临伫恁的身上，恁爱伫城里等待，直到恁领受对顶面来的快乐。耶稣在讲的是什么快乐？是圣神啊！是圣神的降临，所以若是安尼，咱对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49节，就会当直接念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对无？讲圣神降临伫恁的时阵，恁要得到快乐，就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哦。不但是安尼呢，咱若个连落去的时阵，咱就看见伫5旬节的时阵。圣神就充满因对无？照着圣神所想述的腔口，因就讲起别国的话语来。这是第一届的方言，伫这门徒因伫遐等待耶稣所要差派来继续来接纳来接棒的这个叫做保惠师，对无？哇！保惠师降临的时，因就有快乐了，所以因就逐日拢同心合乐，伫圣殿内，伫厝里掰饼，伫遐欢喜食饭，伫遐合乐上帝，得到正百姓的欢喜。圣经就记载讲，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阿门。哇，咱看对耶稣所应允的，安尼一路行过来，一路行过来。对耶稣所应允的，伊上天了后，圣神保惠师来，然后教会就建立到现在。咱教会有缘是奉伊的名所设立的伫永和的所在。阿门。这就是咱所传承的。咱知影，这个福气就是安尼。所以教会袂当干那继续伫迄个等待，伫迄个耶路撒冷伫遐等尔，毋是。圣神来的时阵，是要互咱得到快乐，是要互咱出去就车遣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咱过去可能伫生活内面，咱阁有真济的烦恼，就亲像阁伫昏梦中，无法度见到天日。总是咱知影，迄个国外的快乐要伫咱的心上来显明。国外的快乐对耶稣基督来，互咱明白，咱要拍开昏梦，咱要将遐会记着咱的，咱要摕着伊快乐来摆开，互咱有信心，会当活出迄个国外快乐来。若是安尼，咱伫生活内面就有极好的见证，就会当透过嘴来传扬，这就是咱所信基督的快乐。阿门。
所以这是你我所会当的，透过安尼，咱勇敢这个世界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福音就爱讲对吧？福音就爱讲，福音就爱见证。那安尼，这个就是真正落实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内面。感谢主，上帝互咱永光教会，咱称伊主就是永活的主，世界的光。阿门。耶稣就是永活的主，所以咱是会当倚靠伊的，伊是世界的光，伫黑暗中，光若来，黑暗就无去。咱嘛深信，咱的性命就因为耶稣，咱遐黑暗就袂当搁填满咱，袂当搁搅了咱。迄个光明来，黑暗就离开。所以感谢主，互咱的永光教会会当透过当时开设的牧者，因为即款的看见，当时是因为在住伫永和地公街嘛所以叫做永光嘿。总是到现在咱更较了解，这就是咱的信仰的中心基础，就是永活的主，世界的光。这是永光教会上帝的命定，阿门。就是咱在传扬，咱所信、咱所见证的。感谢主，所以咱看见对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历代历史基督徒，因对相信、对倚靠，去借着耶稣基督，因的生命受改变因的价值观甲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无同款哦，对无？好哇，因重新来定义，无搁。互家己也是别人甲你拍败，因重新定义讲，我就是上帝宝贝的囝，查某囝。好，别人安怎看我无要紧，创造我的上帝安怎看我较要紧，是不是安尼？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咱看见对这个对文物中就会当看见光明，会对绝望内面会当着望来前进。那安尼，上帝嘛要祝福伫咱。对善策要进入家己富足，阿免。对这个有限的世界进入到永远的世界，这就是基督徒上帝赏赐咱的一个光明的道路、快乐的道路、祝福的道路、稳定的道路，阿免。是，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深信哦。所以若是安尼，你有这款的领受，你就会当像保罗所讲的：我无掠福音做见识。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阿门。所以咱出去会见效吗？咱会惊吓，总是咱无见效，因为咱要将咱生命内面上好的来继续分享给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摄取你这个街头报道的方式你若伫你家己生活内面，无是讲你迄个啥布道的迄个福音卡会当摕转去对无？你若有安尼伫生活内面有甲人读迄个了，你爱回报转来伫咱的小组好无？小组长爱会记得，互咱教会办公室才知影。哇，咱继续咧报道，安尼咱会当做一个记录，嘛是真好。就亲像咱的 RPG 对无？咱的导读嘛会当有一款的记录，这是牧师对咱街头报道。搁较进一步的一个期待，伫生活咱会当做伙来努力一下。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信心。耶稣是历史的主宰，搁较是人类的救主。阿门。好，咱做伙来讲来，耶稣是历史的主宰，搁较是人类的救主。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也透过圣餐，也透过上帝话语来得到开咱。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识，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罗马书第1章16节，过来。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识，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罗马书第1章16节。佮读一解就差不多会当背起来，对无？咱佮读一解来。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识，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
罗马书第1章16节，是愿上帝帮助咱。吼，细汉的时阵拢读白话语，所以细汉咧背拢背台语，啊，即摆咧背拢背华语，吼，啊，所以台语就渐渐较袂记起，毋过咧意思拢会当记的，对，所以红时牧师拍的拢是中文的经文，对无？毋过我有当时读出来是白话语的，对毋对？吼，因为过去细汉读的白话语的圣经，甲即摆犹原深刻伫心内，这就是福音的开来啦，敢毋是？吼，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传承，咱期待上帝帮助。啊，咱讲2025是全家归主的这个节期，所以咱嘛求上帝帮助，祝福咱的家庭，咱的兄弟姊妹，每一届牧师看，若是亲自做伙来礼拜。我拢知影，这是上帝大大祝福的，对无？吼，陈老师，陈什么慈老师，我说这时阵我袂记得。啊？哦，立慈啦，对啦，哦，立慈老师对吧？吼，对，我看伊甲伊个查某囝后生做伙 RPG， 哦，我心内拢足感动，吼。虽然是点点来自教会，吼囡仔拢一直伫安尼成长起来，全家会当做伙，这是一个极大的信仰有传承落来，这是真好。这嘛有典范对无吼？对，全家的敬拜，拢对咱来讲，这是上帝大大的祝福。即使咱无法度安尼，不要紧，咱继续祈祷，上帝会照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伫咱的身上。阿门。这是咱的信心，感谢主。这时阵咱来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
主愿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亲近你。透过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圣餐，阮知影你伫12日过顶已经担当阮一切的误会甲罪过，搁一摆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伫今仔日以前所犯的罪，无论是得罪上帝、得罪人，也是对不住家己，阮拢知今仔日你拢要甲阮洗清去，互阮成做一个清气的人，互阮知影，阮无搁受到恶者、魔鬼、撒旦罪恶的拘束，袂当搁控诉阮，因为阮一切的罪，耶稣基督拢为着阮担当了。但今仔日有完全的医治，要伫阮的身上，无论阮心内的痛痛、心内的苦楚，也是阮肉体的病痛，阮拢宣告伫耶稣基督内面，耶稣如何，阮就要如何。互迄个医治，迄个完全伫今仔日就成就伫阮的中间。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所落来是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阮到主，是阮做事。强逼了受我命转弯，心情感化，给体会啦，我拿出阮心情做完，感情落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小你。请坐。接落来是曙光的分享，咱请牧师来主持，来神学生亚娜来主持。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关心教会消息的进前，咱开始来看咱即礼拜的经文。好，咱做伙来读红色的字是台语，好无？咱做伙来读一届来。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咱搁一摆来，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是民数记第6章24节，对。好，来，咱来看，今仔日是圣礼典。咱伫第2场的时阵嘛，要举行洗礼。
所以咱来想要留落来的关系的人，会当继续来参加第二场的礼拜。好，过来是咱顶礼拜的街头报道的影片，咱做伙来欣赏。 We're singing the truth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Every giant will fall, the mountains will move. Every chain of the past you've broken into. All the fear of the lies. We're singing the truth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you. Oh, nothing is impossible. No greater name, no higher name, no stronger name. 所以是顶礼拜的街头报道，咱总共有172个人来参加伫即个中间，咱伫街头有接触1108个人，最后的决志有205个人，所以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互咱的上帝，咱拍扑啊来多谢咱的上帝，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过来是顶礼拜的篮球的比赛。 3场就是冠军赛。咱最后咱的成绩，咱是摕第2名，所以咱嘛将荣耀归互咱的上帝，哈利路亚！而且非常的特别是，咱永光教会派出去的队，就是咱的篮球队，是唯一真正有跨世代的篮球队，所以咱将一切荣耀归互主，哈利路亚！好，过来。 伫拜五的时，咱第18期的成长班有11个学员来结业，咱嘛拍扑啊来恭喜遮个学生，嘛愿上帝当继续祝福因未来的服侍。好，搁有伫撼动星球音会，就是阮青少年的即个营会有预言的服饰，请遮个服侍的人员，即个名单来当来看伫周报顶面有写，请遮个。 请这个服侍人员会当伫6月20进前来将这个预言的内容交互咱的干事。过来是各牧区伫第3季报道爱来召开咱的会议，所以请所有的区长伫6月22号进前来召开即个会议，会当互大家牧区会当把握即个时间来宣传甲邀请。 搁有是伫今仔日，咱要召开小会，所以请所有的小会会员会当出席。这要我家己报吗？嘛恭喜咱永光教会3位的青年会当顺利来完成台湾神学院的学程，所以有咱大学硕士的周阿伦、搁周安娜，我本人，搁有灵性智商的硕士，是林庭安，感谢主。 所以，阮的毕业典礼伫后礼拜，后礼拜伫6月20号拜5的透早10点，伫台湾神学院的礼拜堂要来举行，嘛欢迎所有的同工会当来观礼。好，过来永和教会设教70周年的感恩礼拜伫6月22号拜日下晡3点到4点半来举行，嘛欢迎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牧区的消息。 咱的央亲布道会伫6月21号要来去佚佗迄个密室脱逃，非常的趣味，所以嘛想要继续来报名，会当来找咱的宝宝的小组长。
青少年牧区的撼动星球领航员总部基础会议，这个名非常的长。时间来调整，伫6月13号拜五暗的8点，伫线上来召开。啊，所以请咱所有的同工一定爱来出席。至于贤弟兄蒙主温调啊，定伫6月11号拜三透早8点40，伫二滨的锦行楼1楼至中一厅举行个别的礼拜，请咱嘛来为咱遮遗族来祈祷。啊，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嘛邀请诗班留落来做伙练卫诗。灵火亲弟兄嘛蒙主温调，伊的时间是定伫6月16号拜一的透早10点，伫景阳路2楼至善一厅来举行个别礼拜。那么为这2个家族来继续来祈祷。好，嘛会当继续透过咱遮的网络继续来关心咱教会的消息。好，即点咱邀请所有人做伙起立，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但愿上帝以大能的手骨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互咱行伫四正光明、佮满有福气的道路顶面。也上帝祝福你的家，互恁全然归向伫主，佮甲主有美好的连结，家庭美满，成做上介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世界被创造之前，我已在你心中。在我认识你之前，你赐我所有一切。你放下权力，牺牲你的生命，而你